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书亚记第2章，约书亚派侦探入耶利哥。论的囝约书亚对10天暗中派2个侦探，甲因讲：恁去探查迄个地，特别是耶利哥。因就去到一个娼妓拉合的厝，就歇伫遐。有人去甲耶利哥王通报讲：今暝有以色列人来探查咱即个地。耶利哥王就派人去拉合遐，讲：遐来恁厝的人，你着甲因交出来，因是要探查咱的土地。拉合将迄2个人藏起来，就因讲：确实有人来我遮，毋过因对倒位来，我毋知。日暗要关城门的时，因出去倒位，我嘛毋知。恁赶紧去入，就会入着。毋过妇人人已经甲迄2个人带上厝顶，用摆伫厝顶的麻果甲因牵地。遐人就对要去约旦河迄条路入因，入到渡口，入因的人一个出去，城门就关起来。迄2个人还未去困。妇人人上厝顶去找因，对因讲：我知上主已经将即个地赏赐恁，阮甲即所在的住民，一个听到恁拢惊甲破胆，因为阮有听到恁出来急的时，上主安怎为着恁，互红海的水打起，佮恁安怎对付约旦河东边2个阿摩利王西宏甲噩，甲因毁灭。阮一个听到这个代志就失胆。因为恁的缘故，惊甲神不附体。因为上主，恁的上帝是天顶地下的上帝。当我有好款待恁，请恁记上主对我咒诅，要好款待阮老爸的家，搁互我一个确实的保证，通保护我的老爸老母、我兄弟姊妹，甲阮家族的性命，互阮免死。迄2个人因为讲：阮用阮的性命保证，你若无漏摄阮的行踪，到上主将即个地赏赐阮的时，我要用真诚仁慈款待你。拉合就用锁仔甲因对窗仔垒落去。因为伊的厝起伫城墙，伊嘛住伫城墙顶。伊对因讲：恁着往山迄边去，才免互追日的人拄着。伫遐密3日，听候追日的人倒来，才通倒转去。迄2个人对伊讲：阮一定会照你甲阮咒诅的去做，毋过你着照阮的话做。阮来攻击即所在的时，你着将即条朱红色的绳绑伫你甲阮垒落去的窗仔，嘛着叫你的老爸老母、兄弟姊妹，甲你的家族拢聚集来你的厝内。若人对你的厝出去街路，互人杀死，是伊家己做得来的，无阮的责任。毋过伫你的厝内，若有人互人杀死，这个罪就归伫阮。总是你若漏摄阮的行踪，你甲阮咒诅的，就甲阮无关系。拉合答应因，然后送因离开，伊就用朱红色的绳绑伫窗仔。迄2个人去到山里，伫遐密3日，听候追日的人倒去。追日的人沿路找因，嘛找无。迄2个人落山过河，到伦的囝约书亚遐，对因报告因所拄着一切的事。因搁对约书亚讲：上主真正将迄个地拢交伫咱的手，迄所在的所有住民，一听到咱，拢惊甲破胆。